喺亞洲，以動力掌握先機固然重要，但係真正嘅進步始終建基於穩定。對投資者嚟講，穩定意味住可持續嘅收入，去實現人生中最重要嘅目標，為子女教育未雨綢繆，為退休生活早作規劃。即使當下充滿變數，長遠嘅承諾依然需要持續實踐，因為責任唔會因為市場波動而暫停。你需要嘅係信心及清晰嘅規劃。債券投資可以為你打造更具韌性嘅投資組合，喺不同市場環境下穩步前行。於 Aberdeen 安本投資，我哋深耕債券市場超過8年，喺亞洲更積累咗幾十年嘅投資經驗。呢一份經驗同深厚嘅研究能力，塑造咗我哋今日嘅專業，亦推動我哋不斷創新，迎接未來。每個投資者對進步嘅定義都有所不同，因此我哋推出嘅一系列投資策略，以滿足投資者嘅不同需求。對一啲投資者嚟講，重點在於保持靈活性。短期債券適合想要更好利用現金嘅投資者，喺保持流動性、穩定性及投資韌性嘅同時，爭取更好嘅收益機會。對另一啲投資者嚟講，首要目標係能夠跨越市場周期，獲得更穩健嘅收益。環球債券策略透過分散投資喺不同區域及板塊，喺風險同回報之間尋找最佳嘅平衡點。對於目光更長遠嘅投資者而言，機會往往喺成熟市場之外。憑借我哋深厚嘅專業知識、嚴謹嘅投資流程以及長遠投資視野，精選投資新興及前沿市場債券，有助釋放更多投資潛力。每一個策略都有佢獨特嘅角色，整合起嚟就組成咗我哋以結果為導向嘅債券策略核心。債券投資策略旨在滿足不同風險、偏好及回報目標嘅投資者需求。安本經驗豐富嘅團隊結合嚴謹研究和主動管理，喺市場充滿不確定性嘅時候，為投資提供清晰方向與投資紀律。因為穩定並唔代表原地踏步，穩定正係投資者持續向前所需要嘅勇氣及力量。